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3，腓立比书4章19节安尼讲：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。三角来祈祷，会照你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阮的需要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然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无限怜悯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愿敬拜你，学罗你，尊重你的至圣至善的名，主啊！因为你是供应一切的活命主，你是丰盛稳定的源头，万物是出自你，倚靠你，也归伫你，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！当我面对生活的压力甲需要的时，心中悠然有忧虑甲不安，也清楚看见家己的有限，总是袂记得你的无限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定心注心仰望你，也相信你知影阮的需要，搁要照着你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阮所有的需要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